跟环境部争取的这个2.5亿的计划呢，其实包含了1.5亿的基本输电线路电网的建制，还有1亿的这个充电设备的建制。这个案子因为遍布全台南37区所以在很多地方是从来也没有充电站进去的位置。那所以对于输电线路的基础工程的建制呢，也要仰赖台电的配合接下来剩下的这个100多处的这个充电站呢，陆陆续续建制完成之后呢，台电送电完成，我们就会来启用。所有的充电的位置都会在我们台南好停的 APP 来发布，还有在市政府交通局的官网也都有。欢迎所有的这个电动车的车主呢，可以来到台南市免除他的里程焦虑。全台南市的37区呢，都有它可以充电的位置。这一次我们在台南37个行政区有布建了将近有90座的快充，它涵盖有180枪的这个充电枪的席次。另外慢充的部分有266座，这也是目前台达在全台湾所布建单一个县市场域里面数量最多的一个区域。快充我们大概在15到25分钟之内，它就可以充饱150公里到250公里这样的一个里程。已经预约好了，我就直接扫我的 APP， 它就可以拿枪充电。那充完电之后，它直接从我的 APP 去做扣款的动作。不论我们的快充或者是慢充，我们都把金流付费的机制跟充电桩做在一起了。也就是说，我在现场，我如果没有下载 APP， 我一样可以直接去操作我的面板，操作我的付费机制的一个面板。那我就可以把枪拿起来之后，在上面直接做操作。那充完电之后，直接在这个桩上面做付费的动作，做信用卡扣款的一个动作。快充站就是对车主来讲很方便，因为充到你需要到达目的地的时间就非常短。像这里市政府嘛，你停着没电的时候，停着的时候去上个厕所再回来，大概休息个10几分钟，那电量其实就已经够大概100多公里，可以让你继续去下一站。然后而且电小二的那个 APP 啊，它不只会显示自家的那个充电站，它还会搜寻附近其他家的充电站。对电车的车主来说，我觉得很方便。快充的部分对车主来讲就不会有里程焦虑了。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进步，大家掌声鼓励喝彩。我们第一批建制的超高压350 k 瓦快充电桩，那这个350 k 瓦大概多快呢？平均300公里的续航力的话，大概只要10分钟就可以充饱了。比起慢充，有时候20 k 瓦或是更小，可能要充8个小时才会充满。这真的是省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时间。尤其电动车之所以有些人还在会有里程焦虑，就是说它的充电桩并没有那么普及。那有碰到充电桩一充起来，也要间隔很久才能够充到一个可行驶的里程。因此呢，这个高压跟超高压的充电桩是未来的这个电动车发展的趋势。因此呢，我们也积极在布建高压跟超高压的充电桩。那今天就是为各位展示我们跟台达电合作那所设置的这个超压充电桩，未来也会逐步把高压充电桩普及到许多景点，或会让市民朋友们跟外来的观光客会有里程焦虑的地方。那凡是这个车辆移动比较频繁的地区，都要以这个高压跟超高压的充电桩为准，避免说车辆久占这个车位哈。那我们要增加车辆的流通性，那就是要让民众不会耽搁民众的时间，也耽搁停车位的时间。所以我们未来的高压跟超压是为了台南市政府布置充电桩的方向。你好，是阮嘅欢收看6月10号中间台南电新闻。因为新版的财政未分化公布以后，台南市只分配了163亿，是6度上加，加上中央被票删减对地方一般补助款27.3%，达到51亿外。这款对台南财政相当的打击。马副议员李伟智伫总结时要求市长向行政院长争取大型的优先解决，并积极争取计划性的补助。
议员李伟智一开始之时就锁定财政卫分法对台南的双重打击，除了新分配163亿是6都上低，以每一位市民平均分配到26000外块，伫全国22县市嘛排名第2。连带也有149亿中央计划型补助，以及中央备票三减对地方一般补助款的27.3%，达到51亿外，拢互议员相当忧心。因为分配款拢无考量台南的特殊性甲南区的贡献，所以今日要求市府团队向行政院长争取承诺的优先解决。新版的财法，不论从土地、人口均值的计算啊，我们都是22县市的后段班诶，那6都却是最后的，所以我蛮被麻烦市长讲，然后开掉院会来讲的时阵，行政院会对你南科产业的贡献这个部分，它的特殊性，当初我们6都之所以成为6都，人口不到200万的情况之下，是因为有我们的特殊性嘛。那既然是特殊性，经过这几档的拍拼，这成果真好呢。咱南科的产值。弄桥贵竹科啊，以这个台北市，是它捷运都盖好了，对，都已经盖了，路网都很完善了，对。当年中央也补助了将近6000多亿给他以上有建制了这些路网。那结果呢？现在轮到我们要盖，我们要做的时候，他说要砍掉了，说只是补助5成，对啊。台北市补助9成，甚至有的路段是中央全额负担的，对。那所以说对我们来讲很不公平。面对过去北部的捷运建设，中央拢全力补助，结果咱台南现在重要的轨道建设2660亿，冇可能被删减。加上税收资源流向北部，环境污染、交通的负担，加基础建设，却要咱市民来承担。所以议员要求一定要为市民争取应有的权益。台南新闻阮籍张硕维采访报道。议员蔡小伟伫总集顺以东区在净化为主题，提出德国厝等4大重点的发展蓝图，要求市府伫商业机能、交通动线甲公共建设来积极布局，其中包括省市的促进民间参与投资、好事多科望进驻。另外，伫平市中卫区的新兴生活圈，市府嘛要排除障碍，积极配合IKEA进驻。为了东区4大重点发展蓝图，议员蔡小伟以近年人口成长2倍以上的德国厝，以及好买了平市的串联发展、人新新市镇甲生态特区的远景来甲市府交换意见。其中特别伫招商部分 ，Costco 的渴望进驻商市的出餐议案。好事多有要打算来进驻在东区商市的这一块土地上，那我们也期许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有关东区这个25、26地号啊，我们是在5月26号有正式的公告招商，那等标期呢是2个月到7月25号，所以我们希望说这段期间如果有兴趣投资的厂商，只要它符合这个土地使用的分区是商业区，可以做商业设施使用的，我们都欢迎他们来投资来新建。所以局长有听说好事多要进驻吗？我们有听说，而且应该是乐观的，可以来期待。除了市民乐观期待 Costco 的进驻，另外民众一直敲碗6都只有台南无的 IKEA， 嘛强烈要求市府以平市中卫区的优质条件来媒合该企业进驻。许多的市民朋友也都在敲碗，然后就是说 IKEA 其实它有考量6都里面可能只有台南还没有 IKEA 来进驻了哈。那 IKEA 进驻的这个条件，它也考量到台南市的人口啦，台南市的整个这个产业结构啦，还有所有的这个建设的部分，所以应该是要有机会在台南市的人口收入的结构里面，符合他们进驻的条件。除了乐观其成之外，我们还是会积极沟通。当年赖清德前市长去跟台积电的张忠谋沟通，那跟他讲我们台南市的优点，五不缺，人才、人力、水电、地都不缺，所以说打动了张忠谋，所以我们也不排除。连台积电都愿意来，那 IKEA 是，所以我觉得其实也不了解，但我们愿意跟
这样的厂商来沟通。但是东区一直是文教中心，如何进一步升级？透过重大招商，成为台南上有潜力、甲好徛起的区域，民众都满心期待。台南新闻军局张硕维采访报道。面对安南区流浪狗问题严重，日前各地狗园传出虐待流浪狗的残忍事件，对此议员蔡立青伫总集群除了质疑动保处长一直换无度完成交付的责任以外，嘛进一步要求市府赶紧设立流浪动物暂治所来正面回应流浪狗问题。议员蔡立青为函表示，台南市高园中卫区日前传出残忍虐待流浪狗事件，伫总集群质疑监视市府动保处长一直换对民众反映流浪狗问题无积极处理的效果。对此市长嘛回应，乃民众拢知影有流浪狗，结果只有动保处唔知影来检讨。会中议员进一步追踪市府要丢失流浪动物暂治所的进度。从2年前我上任，我们就在讲的，我们说37区要做流浪动物的暂治所，37区一区一个，搞金嘛嘞？动保园区呢，启动了吗？今天是不是局长啊？因为我知道局长也是很无辜啦，个丢马是打90，我们的农业局也是已经换了几次的这个又局长又代理又新任，动保处也是现在又换了新的动保处长、新的农业局长，个丢你敢当给我承诺，这物件当时当做好。报告预做哈，那个动保园区的部分是明年就完工学甲的部分。那至于安南区的部分，其实安南腹地比较大。那我们其实今年就有编预算，一定要执行在那个37区里有一个新的那个流荡犬暂治区。议员除了检讨流浪狗问题，对安南区网虫愈来愈高，嘛提醒市府持续启动清狗加喷药等社区的消毒。另外嘛，希望清理校园除草喷药来防疫，维护师生安全。其实做这小朋友，咱李树龙够了呵，但是他只要是上学回来就规个红豆角了。好，校园喷药的作业，还有如果我们现在没有这个经费，我们是不是也要求学校除草啊、灭蚊这些工作要做好？是不是教育局这边也可以来协助，要求学校把这些工作做好？这个部分其实我们都有持续在请学校。虽然现在登革热疫情事实上有一些也已经没有再有这种案例发生，但是这个登革热防疫工作持续在进行。那包括它的清除一些杂乱的地方，另外还有必要投药部分，我们还是有在进行。对安南区大大小小建设甲缺失，一直到拼演唱会经济，议员伫40分钟的总集群积极来清明，嘛希望全力捍卫市民的权益。台南新闻军局张硕维采访报道。为了感谢乡亲收听，国民党台南市党部主委谢龙介到下晡带领议会国民党团成员召开记者会，一方面感谢乡亲支持连署罢免立赢的立委，只是因为连署无达到标准，强调所有连署书将全面废掉。立委谢龙介同时嘛是国民党台南市党部的主委，到下午伫议会国民党团议员的陪同召开记者会，一方面感谢乡亲甲着党团议员全力投入罢免的连署，但无奈因为连署无法度达标，所以连署书会全部来销毁，未来送到选委会。他们2位联署的数目也大概差不多了，都将近两边的比例一样。那很遗憾了，虽然大家很热情，我们这次的联署没有达到60%，就离目标还有一段距离，但也显示出真的国人是反对这所谓的大罢免，所以在这边向所有参与联署的好朋友致上最高的谢意。那一样，我们会把所有的联署资料全数销毁，不会外流一份。在这边呢，我向大家做一个报告。至于外界有人认为联署无达标，是不是爱撕掉主委？这两届嘛坦承，确实第一阶段的罢免联署，伫咧处理的时有威胁甲着错误，伊嘛向外界来道歉。至于主委的职务是一种的承担，如果有人愿意，伊嘛会来交帮。
党部主委，这是一个承担呐。如果有人愿意来共同负担，那我乐观其成。对于国民党台南市党部，在联署的过程，那有做了一些联署的维护，我个人呢，向大家致歉就是说，确实我看了笔录确实有一些维护，那这个我们要有这个勇气来承担。那当然也因为如此，造成了这一次的联署有一些负面效应，也是事实。至于后续，因为将面临第3阶段的罢免投票，交两界强调，未来将会全力来反罢免，协助被罢免的同志投入反罢免的竞选，希望全体一心打赢反罢免的选举。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旅游景点、私房秘境拢底家，特色美食百里哉，生活时事抢先报，中嘉新闻周报，深耕在地，放眼全国，掌握最新地方资讯。每周6下午1点，就在高雄都会台。位于台南永康五王国小边的夜市，到河暗时有卖地瓜球的单位，在营业期间突然间着火，现场一度混乱。虽然摊商的夫妻受到烧烫伤受送医，好在在意识清楚。目前初步研判起火原因，怀疑是瓦斯管线漏气，至详细原因阁要进一步厘清。热闹的夜市熊熊着火，也阁冲出病院，行到边仔民众。起火地点是伫咧台南永康五王国小，单位是伫咧卖番薯球。暗时7点外才开始营业，规大直接烧起来。围仔内面正伫咧煎的番薯球拢炒灰大。没有听到什么，就是会烧起来而已，烧一边尔啦。烧一边。所以阮徛伫遮，阮无代志啊。哦。敢知影是安那？是为什么会烧起来？不知道啊。哦。初步判断，敢若是加速桶的管线，毋知安怎落去，才引起这场火灾。摊商是一对分别56岁甲52岁的翁仔某，当时阵也阁伫咧准备着互烧掉，送到基美病院急救，验伤结果手还阁有脚，大约有18%烧烫伤。应该是瓦斯外泄，那瓦斯外泄原因有可能就是管线它旧了、脆化了，那引起可能有裂缝，裂缝造成气体的外泄，外泄之后才会累积到一个程度爆炸。消防局指出，现场烧的面积无大，大约2平方公尺，无财物损失。详细起火原因也是爱火调人员进一步厘清。台南新闻综合报道。过去热气球民众印象上深，应该是伫台东。不过现在咱台南嘛要举办热气球 Party， 时间是伫6月21甲22两天，伫永华市政中心的西边广场。这2天活动除了体验热气球，有街头艺人表演，暗时也阁有热气球光雕秀甲无人飞行机的展演，活动相当的精彩丰富。热天来到，真侪民众开始规划暑假的活动。市长黄伟特表示，台南唔但有真侪热天的水果以及在地的美食。今年更加特别的是，伫咧市府边的广场将举办热烈的热气球嘉年华的活动，邀请民众6月21、22两天做伙来台南感受热气球的魅力。夏天一定要来台南，为什么？因为夏天好多好吃的台南水果，像芒果啦、凤梨啦、火龙果，很多好吃的东西啊，很多台南在地的美食。但是今年的6月21、22有特别的，我们热气球嘉年华在市府旁边的西侧广场，特别欢迎大家能够来这边啊，看看热气球，看看无人机。不管你有没有买到票啊，能不能够搭乘，都是让你度过一个非常快乐夏季的一个方式，所以欢迎大家能够来参与我们的热气球嘉年华，吃文创逛文创店家，看看无人机，看看热气球，真的是非常开心的事情。市府观光旅游局表示，今年热气球的活动上大的亮点
是结合热气球的光雕秀，甲着无人机的展演，并且首次甲着日本跨国来合作。展演的内容有日本 DSJ 引进日本远古制作旗下的 IP 超人力霸王，有着台湾代理商来授权，透过无人机灯光秀，伫台南呈现经典的英雄角色。另外，现场还有3粒热气球的试流体验，互参加的民众会当对高空来看到台南的风貌。台南新闻林英根采访报道。台湾四周围拢是海，尤其安平海岸调查小，地理位置真适合推广澎船运动。所以这回台南市政府甲中华民国澎船协会伫雅国游艇码头举办2025年台南澎船嘉年华，希望让民众体验富盛的海洋气力。台南帆船嘉年华热闹登场，就在安平雅果游艇码头。现场除了结合街头艺人表演与市集活动，展售特色文创，品尝在地美食，更安排民众认识水上帆船，免费搭乘出海，乘风破浪。让台南人可以体会一下什么是帆船。帆船运动是一种等于是全世界海洋的一个运动，它不是奢华的游艇，它是靠风。符合 ESG。为了促进推广帆船运动，还特别有香港帆船会的120名选手，12艘帆船参加东亚离岸帆船赛。从香港比赛到安平，市长黄伟哲也准备礼物送给得奖选手，感谢香港选手来到台南。不管是游艇，不管是帆船，都是很好的水上运动。我们也希望借着这个更多的人参与，让大家养成亲水，而且这个向大海致敬。台湾四面环海，有丰富的海洋资源，尤其是安平港水域有独特的条件，最适合发展各式水域活动，沉浸式感受海洋文化。记者苏怀腾的报道。为提升个人人口的活力甲社会参与，游乐动部分家人分署所推动5050壮时代就业网络的计划当中，台南市白沙社区发展协会的持续来合作，希望透过一系列课程，培养中高龄学员新的技艺，找出适合家己的兴趣来投入，甚至成为事业的第二春。而第这课的邀请美容科技的一场达人来分享，场面相当热烈。这群报名参与壮时代课程的中高龄民众，不管退休或是单纯的家庭主妇，都认真听取职场达人王丽婷的示范，如何将新科技导入美容的实作，只要15分钟就可以随当当，并学习精准抓住每一个客人不同需求来管理服务。它可以做科技管理，它可以做的帮客人做规划皮肤，也能够做得比较漂亮。行动美容也能够服务在我们的社区做服务据点，采用 VIP 的方式，我觉得这个是蛮好的。台南市白雪社区发展协会延续和劳动部云嘉南分署合作推动5050壮世代就业网络计划，今年就是以科技美容业的讲座和实务打头阵。去年第一期学员，不管是因为爱美投入科技美容，或者是投入手做豆干、做泡菜等农产品加工，搭配数位行销，都有满满收获。融入了迄个挑战了，其实真简单，无像阮想象的很困难。而且效果佫比阮的手，以前传统式的咱用手工的，迄种的科技给用个比安的这个较好。FB 的粉丝团的经营，然后还有上AI 的课，那这些课也帮助我去发展新的兴趣，还有学习的动力。跟地方特色能够套得进去的东西，都会当去发展给我们这些中高龄的，希望他们能够有在第二次的那个创业机会啊。白雪社区因为有台湾第一盐的历史，所以如何发展社区产业、培养社区人才，同时兼顾中高龄退休转型再就业的需求，十分用心。教他们怎么做行销，还有手机的 APP 的一些操作方式，还会办那个
一些咨询，来辅导他们成为再就业的一个准备。必须要去增加自己的实力啦，所以第二专长培训非常非常重要。在地的劳工局，包括劳动部都一起开的一些课程，能够加强实力，再一次进入到职场。该课程自6月3号起，一直到7月29号，总共34堂的培训，欢迎45岁以上符合资格的中高龄尽快报名。记者顾文吉台南报道。感谢收看6月10号的中嘉台南电新闻，我是顾文吉，咱再会。投资型诈骗，你是否曾经在社群网站上看过一些关于轻松赚大钱的广告？事实上，这类型的诈骗手法往往以快速致富作为卖点，吸引被害人上当，并以不真实的小额获利，逐渐降低被害人警戒心，引诱被害人开始大量投资。等到被害人真的大量投资之后，随即捐款而逃。千万别上当啊！轻松致富多陷阱，脚踏实地最实在。我不看路啊！我知道你不想假装没看见，我知道你担心自己的力量太小。但你知道那是不对的，你不必得要力气大，只要你愿意站出来，你的力量就无比巨大。浓烟是火场内的头号杀手。我们用1:1打造居家的实验屋，用2间房间来做对比的实验，一间门是开着，一间关上门。如果已经看到浓烟，关好门，等待救援才是最安全的选择。发现火灾时，当你看到浓烟了，请尽速将房门关上。哇，今天来的人还真多！我在现场拿吉他表演一下，来炒热气氛。这样演奏别人的歌曲，不知道有没有著作权的问题？没问题，不用担心哦。只要符合著作权法第55条，非以盈利为目的，未对观众或听众直接或间接收取任何费用，未对表演人支付报酬3个要件，而且属于非经常性、非例行性质特定活动，就可以在活动中表演，不需取得著作财产权人的授权哦。尊重著作权，让我们的创作世界更加美好。避免阳光直射，距离墙面10公分以上。定期清冰箱，让内部冷气流通。温度设定26到28度，家电扇助循环。睡觉定时4小时，滤网2周洗1次，提高降温效率。更换 LED 灯具省电50%。随手关灯，选购有节电标章、效率1级的产品。随手关灯，节能减碳，减轻地球的负担。你听过只差确认吗？交通部于112年3月起，已全面要求运输业驾驶人应落实路口停让行人，并要求大客车驾驶人于路口要执行只差确认。另外，大货车驾驶人也于113年8月扩大响应转弯暂停、安全再行运动。大型车辆路口应停让，只差确认，安全有保障。好帅哦！新车酷吧？你好像忘了些事哦。
你不知道吗？微型电动2轮车要悬挂牌照、投保强制险，还要你满14岁，戴安全帽才能上路哦。什么啊？有这么多规定哦？没错，微型电动2轮车需经审验合格、领用及悬挂牌照，并投保强制险才能上路。而且要遵守慢车交通安全规则，不超速、不双载、不酒驾、不擅自改装，违反者将处最高5400元罚款哦。这么严重啊！还不赶快去办理？我马上去。微型电动2轮车挂牌投保，满14岁缺一不可。内政部警政署提醒您。公务人员依法行政，行使裁量权，做成行政处分，而民众不服时，只能提起诉讼。行政诉讼调解心智，让人民有其他选择来解决纷争。